真侪民众对国内女性的康复人员因的印象，拢是讲爱穿裙穿管打。不过工会团体也指出讲，这女性康复人员敢若有佯装听好警名，是违反联合国的消毒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。而且这穿裙伫咧执勤时阵也有安全的风险，因是呼吁劳动部爱针对制服定出符合公约的指引，也爱伫咧未来修正性别工作平等法的时阵，邀请工会团体做伙来讨论。穿军装、管打，这是国内航空公司侪康复人员的服装。进前桃园市康复员职业工会向监察院人权委员会申诉，认为国内大部分航空公司强制女性康复员敢若通穿裙、管打是违反联合国消毒妇女歧视公约4度。监察院初二也建议政府改善女性康复员军装限制，不仅是对女性是一种物化，更加重他们的那个健康的风险。其实，在我们的飞行安全训练里面的话，我们是要去更换裤装去做训练，可是，在实际上我们在飞机上执勤的时候，航空公司却要求我们的女性空服员只能穿着裙装，这是非常不合理的。根据工会统计，欧美航空公司已经要全部开放女性通穿裤做工课，国内航空公司却只有好航开放。因呼吁劳动部应该针对制服制定符合4度的指引，而且性别平等工作法修正的时，也要邀请工会团体参与讨论。以长荣航空为例子，我们的国外地勤人员，包含例如说像日本或者是欧美等外站，他们的地勤人员女性是有裤装的，也就是说，长荣航空本身就已经设计出可以给女性穿的裤装制服，但是却不适用于空服员。各方面的相关的机关劳工团体的部分的意见，我们也会很重视。那我们也会仔细来搜寻收集相关的意见，一起来纳入来考虑。劳动部表示，针对监察院人权委员会的报告，劳动部会赶紧邀请行政院、交通部等部会建议，劳工团体的意见也会收集，做伙列入讨论。记者郭林玉凯台北报道。